但国内出门疫情是创下5年来新高，而且这确诊者北中南是惊大，真侪人是烦恼毛仔真够话，所以赶紧想要去注意风险。也毋过有诊所医生即马就表示，因为想要做的人变多，所以目前预防车欠货。小树表示，总共有欠货会当赶紧通报，因为药商拢有库存。今天大概打完就没了，因为今晚上被人家订走了啊，也没有新的货了。来到诊所就算是休困时间，姚民众打电话伫问讲，是不是要毛仔疫苗会使做？基层医师讲，随国内毛仔疫情清悬，民众敢若真烦恼，4月伫咧找看倒位有毛仔疫苗用做。疫情一旦来，那很多人要打的时候呢，就一下就缺货了。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呢，其实工会应该把它转成智慧了，那工会再去补就好了嘛。民众这烦恼毋是无道理，因为毛仔症状除了发烧、感冒炎、甲出红皮这症状，传染力增加人，一人会使传20人，主要是经由空气甲喙烂传播，也是去接触到毛仔病人的，然后分泌物就会着。有公卫学者指出，这种毛仔公费疫苗注射对象，头一剂提供出世满12个月囡仔。第二剂是满5岁时阵爱做的。另外，建议注射对象包含高风险的医护人员，也是要去毛仔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民众，要20到45岁民众，因为细汉时阵做注射疫苗保护力消退也会使补助。确实是可以在空气中的悬浮力附着在空气中悬浮力一段时间。那目前的研究大部分是以2小时为主，冬天低温又更容易让空气的悬浮力它的着护力又会增加。有缺药，那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做缺药的通报。那另外，其实应该是先去找这几家药商，因为他们目前都还有库存。是有数讲，正国内毛仔自费疫苗要27000剂，若是讲诊所有欠货，会用伫平台来通报。专家建议，想要避免去喂着毛仔，除了注射疫苗，也要定定洗手，将避免伫过年前后毛仔疫情又搁清悬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